出口，慢点，总这三个呢都要让中了呢。那第三次，后就快这么说了，就快就动了，无论是不卡米啊。那个早沙都留一下。那个有啥子生意的嘛？做农人，农人也嘛，种了真嘞。来喽！又上来喽！兄弟啊！这要一把讲了，再再说嘛，中嘛。要你的早啥了？这早啥炖吃夜饭中，这咱们谁看？没看？